旋律我敢会当甲你请教吼。嘿，你即道等于你讲你3月等去台湾嘛吼，你咪当倒来无偌久嘛吼。嘿呀嘿呀，嘿，你等去台湾拢算偌久？我转去一个月，我来放一个我的迄个，我有一个 slide，我来对，用一个嘿，好来，等下嘿，嗯敢有看到？有，有看，哇，嘿，真精彩等，安尼有，哦。安尼较好，安尼就 full screen 对无？有吼，OK，好，嘿，啊你我就嘿，你这拢有几张要放？你哈。要换来讲换来放吼？我咧讲的时阵，我会使就即个 slide 放伫遮呢，一张尔啦，一张尔啦，就会使看我遮有迄个我的 website 啊，有 QR code 就大家会使就安尼 scan 起来去看翕起来，者，慢慢慢来看啦吼。嘿，好，安尼会使开始啊，嘿，所以你伫台北的时间，你是先去迄个台北的迄个布袋戏馆，还是先去婚林？我先去台北，我住伫台中啦，嘿，所以我去台北就是安尼3工尔，就看迄个意外有闲的时阵，我就去讲，来遮翕一个无？伊就讲好啊，我就去啊，嘿啊，我就迄阵有甲因讲，会使去翕你爸爸咧迄个做布袋戏的迄个。情形无安尼，伊讲伊就替我联络安尼啊，我就去婚姻。迄个台北迄个布袋戏馆，伊叫做五戏馆嘛吼，台北叫做五戏馆吼。较来问，较来请教即个话吼，讲先来较合作五戏馆吼，无合作布袋戏馆吼。较来问迄个话啦吼。我再来问迄个玄武吼，你迄你是过去你敢捌去过即间布袋戏馆？无呢，我嘛是迄个旧年迄个伊月来迄个纽约的时阵，就去熟悉嘛，伊就介绍讲，伊伫即个 museum 伫遐做馆长安尼，迄阵我较知讲有即个所在安尼，嘿会感觉你真趣味。你伫纽约克吼，嘛是不时有机会去参观一寡博物馆嘛吼。你安尼去到台北，去台北市看即个布袋戏馆吼，你的感觉是啥物款？含伫你纽约克去看一寡画廊啦吼，还是讲一寡特别的美术馆，还是讲博物馆，你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吼，你用一个讲住伫海外的台湾人吼，毋捌看过第一遍去到布袋戏馆的。一个，若像讲观光客啦，吼，你到遐的时阵，你看你的感觉是啥物款？我感觉是袂歹啊，就是迄所在是较，就迄个 size 较，就是small size 啊。你讲要甲迄个纽约这边安尼，什物 MoMA 迄款的所在来比，我是感觉迄个 museum 就是迄个图书馆是有迄个 ambitious 啦。有嘛是讲，咱会使看到以前的物件，以前台湾的物件，即马以外有，就是有创一个较济，嘛是有咧，就是有迄个即马迄个台湾迄个 local 的 artist，因有咧做啥物，伊嘛有是咧，迄个 museum 嘛是有迄个咧介绍。迄个 worldwide puppetry 安尼，我感觉迄真有意思啦。系啊，是年若是有转去啊，嘛是会搁去看。你敢捌去看过个 exhibition，迄个西装的迄个收藏，还是讲博物馆？你敢有机会去看过？当然，咱要用即个布袋戏种较古典、较古早的物件，去含遐一寡迄个较现在的艺术馆吼去比，可能歹比啦吼。你敢有机会去看到即个西装exhibition的即种的
画廊也好，还是讲博物馆也好，你若有机会看到。西藏是啥物意思？西藏、哦，铁北、铁北，敢有？铁北、我无，铁我北。无，我会问到即个问题吼，是嘿，阮洛杉矶有我捌去看过的吼。啊，伊毋是讲偌大间的，有可能是一寡专门咧卖一寡西装的，一寡收藏一寡西装即个物件。嘿嘿嘿，我拄看到即个相吼，我甲讲，这起毛字改成安尼小可类似类似啦，所以我问你即个问题。哦，安尼啊，对，我较无想到即方面的问题，讲，嘿啊，毋过我是感觉讲，以为因迄个博物馆是，我是感觉讲，因为伊有一个 foundation 啊，可能是较 small 安尼啦，啊，毋过遐有一个 foundation 啊，是有即个机会去互，就是去邀请迄个咱咧 visitor 去看嘛，对无？啊嗯伊会使用即个 foundation 去做足侪活动诶，会使 invite 迄个 worldwide artist to you know the 伫遐 together 嗯interact with audience 安尼。我感觉这是以后我有兴趣看到即款物件啦。嘿，呃。嘿安尼有关即个台北布地迄款的较详细，但是可能较伫个会搁讲啦吼。对对。我即摆过来请教讲吼，你去你去婚礼的时阵，你比如讲你是坐客运去的，敢毋是？哎呀，啊，迄个所在是啥物款情形？你讲做草地，诶。敢毋是？迄少真假伊迄个客运啊，迄个车就是公车就是暗时6点就无啊，所以迄嘿工我就是总去迄个运营伫下昼的时阵，可能就1点迄个时阵到，就坐迄个 local 的公车去找迄个庙，是因为有替我找迄 schedule 啦，嘛有时咧算迄个 schedule 迄 timing 啦，就撞足紧的安尼，撞去就有看到因爸爸咧迄个 set up 安尼啊，抑个有因爸爸甲迄个庙里迄人伫遐就是咧讲话就 chatting 安尼足闹咧，迄工足闹咧咧，毋过就是讲，因为迄车6点就无翕2小时，我就讲要来走拜拜，就变安尼啊。毋过嘛是有翕着，因就是就你拄则看迄个影片啊，就是有翕2个小时2点钟安尼，抑阁有看到因就是迄个，迄工就生命咧生日嘛，都有迄个一款咱平常袂看到的迄个，我毋知要安怎讲，就是以为可能会使讲较济啊，就是因标有一个迄个 procedure 的 ceremony 安尼的物件，咱就是平常是看无的，较无机会去看到安尼啦。感觉就very interesting 安尼。你是按台中过去的嘛吼？你按台中，你敢袂记你迄是啥物款客运？我足趣味这吼，因为我住伫台南，我会知影讲，若讲按台南市吼，要去较台南县，我较早台南县吼，爱坐迄个兴南客运啦吼。介绍伊即个客运即种的物件吼，介绍拢放互一寡较地方派的即个较有地方有势力的人咧经营的款。台中你敢袂记你是啥物款客运？敢是抑个即种的情形？还是拢是公家的？
讲到较济啊，即马我想讲，即摆是拢公家啊，哎呀，吼，我即马转去嘛，就选观光客啊，啊，我嘛是安尼找 schedule 讲阮兜是伫迄车站附近尔啦，啊，毋过车我卖啥啊？我已经袂记哩啊，啊，毋过就是已经到云林，爱坐迄个啥物台西客运，迄个较薄迄种的车。哎呀，即马嘛是想讲迄个，因为可能等下会使讲较济啦，讲安怎去迄边，啊，毋过高铁嘛是会使去云林，也是遐，你我甲去做迄个坐迄个 local 的，啊，毋过迄工我就是拢坐迄个公车，较顺啦，就嘿，是较济时间毋过较顺安尼，嘿。拄则吼，我看你伫迄个影片吼，我感觉足有感觉的，咧第二题啦吼，就是讲看到即个叶话因是大人吼，啊，伫遐迄个后台遐吼，啊，你特别甲翕看吼，伊安尼开一个浸水罐吼，啊，我想着讲哦，即个广播电视的人吼，我要讲迄口碑吼，一定讲啊足喙焦的吼，啊，所以你着先甲翕迄个伊咧开浸罐吼，啊咧啉水迄个镜头，我感觉足趣味的啦吼，啊你搁毋是干那讲迄个戏台吼，后壁迄个景吼。啊，感觉讲回想着讲，古早时代的即种的情形吼。啊，我的印象是古早时代改成拢较无囥伫车呢啦吼。啊，即摆改成是拢安尼，遮戏台拢是毋免去订去搭吼。较早要搬拢爱去迄个搭戏台吼。啊，即摆我看你即块纪录片吼，看起来啊，你敢若是足方便，就是囥一台车。啊，驶到倒一搭，啊，就会当演，敢是即种的情形？嗯，这可能等下问意味，这个可能爱互意味来讲，咱会使嘿直接请意味来讲，伊介绍是啊，我想资料真我丰富。我讲互了好无？嘿，反正咱时间阁足济咧嘛吼，我访问互了，伊了落去，伊纪录片咱拍纪录片的遮，伊就无机会互人讲啊吼。嗯，啊，你敢有？你过去你敢有迄个经验？就是讲看伫迄个庙口吼，进前啊搭戏棚迄种的经验？我是无啥去注意啦，啊，毋过以前嘛是有当时啊去迄个菜市啊，啊，毋是菜市啊啦，我毋是，就是暗时的时阵有迄个庙，也是啥物迄个 local community，迄个 community 啊，就是有迄个有咧放电影啦，啊，就一个布迄个 fabric 安尼。是安怎讲？就是你可能知影我咧讲啥，就我知，一个布，我知，嘿，轻咧，然后就有迄个 projection，迄个电影拢足老足足老迄种电影，安尼播安尼人安尼，迄种我有看过迄种物件啦，歌戏有看过啦，诶。啊，毋过就是我较细汉的时阵，我要问你即个问题吼，主要咧想讲，你要拍即个纪录片嘛吼？啊，你想要拍即个纪录片，啊，你即个纪录片要用啥物角度来去甲切入？我即摆是知影讲，你即摆切入的点吼，就是讲你有用即个台北市的即个布袋戏馆吼，啊，搁去翕即个婚林的，啊，即个婚林即个主角是老爸吼，你草布等于即个是一个老爸吼。啊，即个较少年的即位吼，是因子孙吼，伊的逝世吼，啊，伊这边啊传承过来吼，就是讲伫一个足庄卡足古早的遮个艺术传统的艺术吼，啊到伫今仔日吼，到伫即个较现代社会，啊安尼咧传承吼，较顶下即个话会讲吼，但是我是要问讲你拍即个电影吼。拍即个纪录片吼，
你咧切入遮，除了讲去对照讲伫即个分林含伫台北吼，啊，你敢有想，敢有去找着讲较早过去搁较早遐传统的遮个变迁，遮个故事，你敢有加入落去？还是讲干那较单纯，就是讲爸仔囝两代吼，啊咧传承即个布袋戏遮个故事来切入安尼？系啊，我是想讲，因为我嘛是旧年较熟悉迄个意味嘛，伊嘛是迄个时阵就拢伫纽约即边，所以我就是翕伊，甲伊的迄个呀，就伊的迄个家庭，因为因拢有来啊，嘿，我就是迄个时阵，因为阮拢是艺术家啊，我讲一个伊个。差不多拢是艺术家安尼毋过就是讲，我嘛是有感觉讲，迄个因为意味伊就是抑阁有，伊有一个家庭，抑阁有爸爸安尼，即马是咧做迄个，就是伫迄个 museum 咧做代志安尼，就讲因为想讲，像我想讲安尼，我一个人，我伫美国，那就是足纯粹，就是一个。你我讲我家己 filmmaker 好啊啦，莫讲我是艺术家啦。我感觉迄个 name 足 heavy 的。嘿，我感觉讲我是个documentary filmmaker。毋过就是讲，我就是我的时间就是做这尔，我嘛讲无咧，毋免想这我的家庭也是安怎，迄我即马抑阁无啦。所以我就感觉讲，因为伊的迄个责任足大的，迄责任 responsibility 足大的，是安怎去 make a balance in between 安尼啦。我感觉讲，就翕伊，旧年安尼 follow him 来就三个月可能，有啊，我嘛是伊转去，我就咧看这footage，我讲，这可能这是一个 perspective 去看安尼啦。所以我想讲，就是安尼，即个原因，今年迄3月时阵，我转去，我就想讲，我来看因爸爸，伊伫迄个婚礼是安怎去做这个事业安尼，我就想讲有一个 comparison。OK，是安尼的感觉。我想讲，这是我的you know，how to do this film，安尼讲。所以你即摆已经要翕的拢翕了嘛哈，就是即摆顺便来加安尼尔就对哈。对，较是你安尼。即摆迄个要哪甲你支持？要哪你头个拢总头个爱，若讲要甲你支持你即个纪录片，要哪甲你支持？哦，感谢这个有这个我即摆囥伫迄个，因为真正是做电影是爱钱啦。我即摆是咧想讲，我可能是做底片安尼，毋过毋知影是几分钟。一般来讲，我若是搁做一个20分钟安尼，若是安尼的话，可能差不多$6,000左右啦。即摆我嘛是爱找房顶，迄个物件。毋过若是大家要来 support 我的 website 有一个，我有囥一个 PayPal，若是anyone want to support，我即摆是迄个台美艺术协会，Taiwanese American Art Counselor，伊是我的，即摆是我的迄个 physical sponsor 啦。若是讲迄个有兴趣去有迄个叫做啥，迄个 tax deductible donation，会使甲因讲安尼。迄个 information 拢伫我的 website 啦，恁拢会使去看啦。
可能是先安尼。嘿，若是有啥物新诶，迄个想法，我会搁做，我会搁 update。我有 website，我有 Facebook，page，拢会使来 follow me。Thank you。多谢，真多谢哈。祝你这个纪录片会成功哈。Thank you。好，咱即马咱来请这个叶话哈，来甲恁分享伊的这个艺术人生啦。哈，好，以为我就甲时间交互你哈。大家好，我先教一下，我时间差不多有偌久。不要紧，以后阁要到10点钟通讲咧。因为我为时阵无注意就分享超过，顶件有一个课程本来1点钟，我无注意讲做3点钟去。叫阮你时间你要到，我会甲你 remind， 上好留半点钟久，互大家会当甲你 Q&A。好，差不多要到，你先10分钟之前先甲我 remind 一下，无我惊我后尾也无讲重点，讲吼，咱固定，你就是甲伊早到差不多用1点钟的时间来讲好无？了解。再 share 你的 PPT。好，安尼敢有看到？你会当甲伊当用 full screen。OK，good。OK， 大家好，我是蔡，我细汉，阮老爸是讲这台语是念蔡一位啦，因为但是通常无人安尼念我的名，因为厝诶咪讲意味安尼叫，就是我即件要讲诶，就是讲我安怎伫即个布袋戏家庭出世，就要安怎行入去博物馆即条路，所以我即个名号做庙口剧场博物馆，就是这武戏路上的即个一个冲突啦。我其实到即马现主是嘛是为着家己即条路嘛是会烦恼，毋是讲敢若做馆长敢若做厉害是安怎？我是一直感觉即条路其实无简单啦。等下我会分做3个部分，就是讲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伫安怎一个环境出世大汉的，落尾我哪会行向即条路安尼。一开始呢，我哪会写布袋戏？动画师甲漫画家，为虾米？因为甲我兴趣有关系。阮老爸这是伊14岁一张相片。阮厝诶住伫云林四湖乡，一个牧场，一个细个庄头。阮遐目前3、4边厝诶人会做布袋戏。阮爸爸会做戏，是因为阮庄内有一个亲情，较远诶亲情，伊拄仔有整布袋戏团，所以阮老爸伊差不多国中诶时阵就有兴趣，就去算佚佗啦，佚佗斗相共安尼。落尾也到伊读高中2年诶时阵，伊就无搁读哦，伊就开始真正就去做戏，落尾到伊做兵安尼。这是拄则田先生讲诶嘛，讲伊早是一台卡车所以你看到这是敢若汽油桶安尼搭即个戏棚，嘛为诶是用迄个木车去搭起来。正手柄就是阮老爸，倒手柄就是伊去甲伊学布袋戏诶，即个阮庄内阮老爸，我爱叫伊舅公，就是一个较远诶亲情。即阮爸爸，所以倒手柄你看伊骑迄个，就是一个木车诶车链，所以就正手柄诶，就是一台卡车。所以其实较早就有用卡车来做戏棚，就是因为伊安尼咧行动较方便，即阮爸爸伫伊做兵时阵休困，去做斗相共诶时阵所翕诶相片。即阮爸爸伊整团，阮爸伊整团就是伊退伍了后呢，差不多是1981年，即个整伊家己布袋戏团。伊翕即张相，就是为着伊要做
海报吼 poster 外口诶，拢有一张迄个沙龙照吼，较好看诶，啊举一身伊诶迄个主角，正手边迄红仔就是伊诶布袋戏诶主角叫乌鹰，吼啊其他诶布袋戏团嘛叫翻山虎啊、南蝶拢有。啊，这概念就是对西洋片、美国片吼，柯林伊斯威特电影来的。啊，倒手边迄就是我有早去纽约个迄个梦剑客吼，梦剑客就来自迄个70年代日本的座头市这个电影吼，这个灵感而来的吼。啊，这哪会放这张相片呢？这张相片就除了阮老爸做布袋了，伊佫有整这个歌舞团吼、康乐队这种的。啊，这是伊家己的结婚的现场吼，就伊用家己的迄个康乐队吼，金凤凰。所以我有一领衫就是写金凤凰的纪念，因为即个团已经无去啊。这就是我细汉一张图，就是即个图就是阮阿舅吼，伊在我小学3年级吼，阮阿舅伊拄仔迄阵流行摕米巴啊四界后白翕。拄阮爸去阮阿公遐附近咧做戏，我拄仔咧徛咧即个一个戏廊顶悬吼，因为囡仔人较细汉，较无够悬，所以打悬去斗相共安尼。我对即个米巴影片把掠落来，这就是我细汉就是甲后白画图啦。阮阿舅吼，伊拄仔伫一个做动画公司咧上班，所以我细汉啊。休困、休热啦，是暑假休寒的时阵，我拢会来台北，有去住因兜差不多3、4天，维持一礼拜，拢会看到因厝的，拢放足侪迄个绘本啦，啥物甲动画有关的一个资料所以我伫细汉就甲后白画，这是我细汉用迄个数学的谱甲后白四界画，去看参考一寡有诶无诶册，所以讲细汉有一个想法，讲以后大汉咱做。咧画漫画若无就是做迄个动画师啊。这张就是阮爸伊海报顶悬，迄算大片的布袋戏，这就是大戏台。通常这张相片，因为阮爸爸差不多伫我高中时阵就无做这大片布袋戏这大片布袋因为一摆出去爱较侪人，差不多较少人数，差不多爱5、6个，至多的7、8个倒手边中迄阮老爸的名，倒手边就阮妈妈伊就是咧做音控的，后边咧控音乐的，正手边就是我的名，伊想讲写我的名，以后戏路会较好袂所以即个戏边就是下晡扮仙，做古早戏下暗就是伊家己徛出外口讲口碑做较大型的，暗时佫有一寡歌手会唱歌来迄个请主老要求，拢会跳索咯就是咧脱力舞。所以我对细汉拢伫即种环境大汉的就是寡较 local 的物件拢有接触着。这差不多我读国中的时阵，阮爸爸就是请人画一个戏台原顶就用我的名就是阮若做戏有时阵较大日的时阵，可能会拆片分2、3片去做所以即边就用我的名去做戏。这就是阮婚林伫口湖乡下仑一间福安宫外口面，因政府8千岁的圣诞千秋，拢会请足侪场戏片的，有歌戏来现场这是我差不多应该我袂记啥物时阵翕的这就是较前几年阮爸的戏片就是迄种的悬顶咱放 LED 就会当写跑马灯。会当写倒一尊神的圣诞千秋，倒一个请主是倒一个迄个庙的啦，来即个咧敬神，这是去分片的，拆2片阵，这我就是甲阮爸爸啦、我啦，因为你以早其实咧做布袋戏，你根本袂去想讲去上所以比如讲阮做大片的，上可惜的就是无去留一寡影片。我上印象就是我细汉时阵。厝的一块录影带，就是阮老爸去参加迄个五等奖的比赛。比赛五等奖比赛的内容几百种包括布袋戏。但是迄场伊去比一届是输去伊无去进入迄个决赛
但是迄个支影片我细汉差不多一直看，落尾也无一届收无好，毋知收去倒位去。当我大汉有读文化资产了后，想讲，这资料其实对我来讲，对阮即个厝诶最重要的，所以我一定请人甲伊批去台视吼，但是因讲吼，因早诶影片其实拢无藏落来，所以拢销毁去啊，真，对我感觉真拍算吼，所以拢无记录伫阮老爸伊咧做大型布袋戏吼，较老迄个做场面，即马拢是细边布袋戏，大部分拢是做迄个仪式诶吼。即马现主时伫台湾吼，差不多500-600团拢咧做布袋戏，迄是甲咱民间信仰有关系，尤其是咱中南部，其实台北嘛有啦，北部嘛有，厝诶若较虔诚诶，比如讲因厝诶种田做室人吼，因拢会是讲因厝诶神明生拢想要留咧敬神，所以拢会请这布袋戏，因为布袋戏团即摆咧大部拢直接迄个放音乐带吼，较无咧用现场，因为其实钱愈来愈少吼。其实对做室人，伊可能敢若法度出4-5千箍，小日时阵请一场布袋戏，主要是要感谢神明。所以其实嘛无啥咧重视讲内底到底演了好演了歹。所以我细汉常常看到有诶吼，普通讲，无使晓搬吼，就是虽然阮本身拢是举迄个插伫顶悬但是咧行嘛是用迄个布袋戏诶迄个骹路吼。但是我看有诶拢行翁拢无举载，拢咧害来害去嘛咧搬请主伊也袂讲啥，所以就是有这个现象吼。但是我袂是讲吼因爱拍歹市场还是安怎，我感觉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剧团拢有家己伊生存诶方式，所以我嘛袂去批评。这是布袋戏。我拄则讲，伫迄个美国阵讲 smoking 啊 ，firework 像这大片布袋戏拢会一寡特效，佮有一寡佮有喷火安尼。我若关于这喷火，我想要讲一较趣味，就是我细汉就是因为知影安怎喷火，就是去买迄个杀虫剂无，尤其你爱买油性，人买水性诶。你得当耐打点诶迄个 spray 安尼喷落去就喷火啊。所以大汉拄着迄个。厝诶狗遐用伤济，拢会用杀虫剂去喷火但是遮危险诶，大家莫白试。佫有一个画面，甲即摆定记啊足清楚诶，就是阮伫戏边顶放一个护树管，迄灰色迄种 tube 迄水管，下底爱牵迄个水管，牵落下搭。阮伫戏边搭好了，我拢会甲迄个较大人去甲迄个水装好满。放咧碰扑落去，AM 音乐放落去，迄个一个主角行出来咧护树管就开始放，就是互伊行，互伊敢若落雨足水诶，所以对迄个画面非常之清楚。佫有以前看布袋戏，送布袋戏拢会抹彩，抹彩落来迄个抹彩卷然后拢交脆脆用一寡复杂诶迄个火药甲全部落落迄个塑胶盒内底面，装迄个火药，放咧戏台顶，为诶是逐个迄个树边，阮会挽迄树放咧舞台顶悬，当迄个烧拍诶阵，顶功夫布袋戏拼去，迄个机关甲用落去，观众会爆炸，天女散花雪花片片。以前拢毋知影危险，即摆想起来拢介危险，但是嘛介趣味。没有学不要乱用绝对是爆炸红仔头，伊是用迄个玻璃的保丽龙做的一个红仔头，内底放个火药，所以武功来拍咧爆炸红仔头就崩去所以这就是我拄则小可讲的，就是我细汉所的这个过程落尾我开始做兵退伍了后，我一路上到底做了这个奇怪的代志。因为我大学是读迄个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医务管理学伫高雄艺术，就是读即种管理的，你敢若拢读足侪项的，但是你敢若拢无啥物专业的所以落尾我是讲以后毋知要创啥货。我记得我大学时阵，差不多大二我就是去补习是讲我
因为厝诶嘛艰苦人吼，是讲我会当去 MBA 去读 MBA 无，以后去迄个企业内底中阶主管、中高阶主管可以较趁钱。哦，所以我大学2年级，我就去做积极的吼，去参加迄个系学会会长，哦，看有一寡领导统御能力吼，佮去补习迄个 MBA 一寡课程，经济学啦、统计啦、管理，吼。但是我到大学4年级要考的时阵，我突然间读到毋知倒位遐叫颠着吼，因为我咧看迄个杂志吼，甲天下远见拢会出迄个梦想特刊，伊讲做人吼要有梦想，不要为了做什么赚钱的事情啊忘记你的热情。所以我讲我对迄设计、建筑会有兴趣，所以我大学4年级我就无去考 MBA， 无去考试。我就直接去考迄个学士后建筑，去报3间，但是3间拢落选吼，因为根本甲其他人大2、大3准备的根本袂符，所以我就去准备去做兵，做兵退伍了后就去做业务。我做业务做几啊种，差不多做旅游啦、软体啦，甚至去做迄个法国餐厅的学徒，因为我就是兴趣伤多啊，毋知家己要创啥货。一间公司拢差不多踮3、4个月，我是感觉足无聊，我就想要换头路，所以我第一个工课就做旅游的，雄狮旅游做业务，落尾也去做迄个拄好有迄个软体咧创啥物，就是文件管理系统啊，佮有迄个电子签合流程，嘛做无兴趣所以去做迄个法国餐厅的学徒。讲这个学徒，我以早伫台北市的时阵，因为我嘛无学餐饮嘛，我是讲我就一间餐厅打电话讲会当去接做这个学徒的，差不多有一间愿意收留但是去做无偌久，感觉哪会法餐安尼创啊？马铃薯泥毋是用马铃薯去控互烂，创互脆，做马铃薯泥，结果用粉咧泡。所以我淡薄做失望的差不多做3工我就走，浪港啊。落尾搁去另外一间迄个中餐的创意料理，我搁记得伫我以早进一个公司艺术村遐天津街有一个艺术家甲一个最厉害的厨师做一间餐厅，我去嘛踮无偌久。迄店时阵，迄一个迄个厨房的厨师又讲蔡一伟，你真正足无聊的，我是无行景较来做厨师呢，你其实会当去做其他有兴趣的代志啊。落尾我想讲对啦，我真正是甲这做兴趣，毋通做头路，毋通甲这做食的做头路，真正是真艰苦落尾搁去做 B to B 电子商务Google 关键字广告嘛做无偌久，拄好撞着。出去拜访人客户了后，倒来煞出车祸，叫车崩去手迄个脱臼落尾休困，落尾我就去搁换另外一个头路做印刷电路板的。我记得我迄阵迄个客户就是鸿海，所以定定为着因咧要做迄个电子尤其是相机镜头模组，拢爱赶因的飞机去送即个货互因 hand carry 去到大陆去做试样。做一段拄着雷曼兄弟，看了遮侪经理拢叫 fire 我就感觉讲到底是头路对于咱人来讲是啥货所以我就讲要行较文化事业的，所以就去阮一个阿姨住伫建筑公司，伊讲以为你会当考虑去做迄个社区营造你莫去读迄个啥，莫去读建筑啦莫去读室内设计，无即条也无简单，所以我落尾就是因为安尼，伫阮阿姨公司做台北市文化景观的普查，开始有接触一寡文化的工课，落尾去考到迄个云科大文资的硕士班，所以我即个人生伫即个所在做一个转变，我伫即个读硕士的，是因为需要实习嘛，我就是讲我实习去找啥物款的博物馆。迄阵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历史的博物馆伫台南，算是中央出钱较新的一间博物馆，非常之大，规模嘛真好。我本来想讲要考虑要去遐呢，是去私人的博物馆。想讲实习嘛短短去大间的你通常拢是敢若螺丝钉的拢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可能学无得完全。
所以去私人你当看较侪款。所以我拄仔看着，有一个阿独啊，要管一间博物馆，叫林柳星纪念偶戏博物馆，落尾伊改名叫台原亚洲偶戏博物馆。所以我底下的实习做实习生做2个月，我伫做实习的时阵吼，通常即种实习生是都无钱通摕啦，但是我因为我会晓表演，伊会讲你要斗演者，给我演出费伊讲你有兴趣去教学生无？可能有一寡教育推广活动我有兴趣因为讲我之前拢做业务，我非常介分享，所以我讲用这个精神去教布袋戏所以我嘛算才趣味的。所以实习结束了，伊讲你要做正职，我讲我课程无修了，当我修了再去考虑。所以我落尾就考虑好就是去这个台原亚洲偶戏博物馆伊嘛有家己的偶戏团。这是我人生第一个，我食到20岁第一次会当出国。我第一个出国就是去土耳其、土耳其去1个月时间看这侪种的艺术表演感觉开眼界啦落尾伫台原偶戏团内底，你嘛有会当参与一寡布袋戏、甲武戏的表演，所以等下会着拄则丁生有讲为虾米台北偶戏馆和偶戏馆毋是布袋戏馆，我等下嘛会小可讲，偶戏的世界非常之大，布袋是其中一项尔。台湾佫有皮胶，就是皮影戏，嘛有咖喱红仔即摆婚林有一个布袋戏馆，伊就用布袋戏的即个3个字做伊的博物馆的馆名台北偶戏馆是因为共即个林柳星即个台原。这个创办人叫做林金福 Paul， 伊是一个医生，协和妇产科医院引导创办的伊嘛管这个红仔，这个台北市政府，所以叫台北偶戏馆所以这拢有一个因缘伫的啦所以我是这个博物馆开始有这个对展览教育推广有一寡经验所以落尾嘛踮到差不多2-3档的时间，我就换头路因为我常常拢会想讲，是毋是差不多该耍的、该变的拢会晓是毋是当佮合适其他的有诶无诶？所以就去广达文教基金会，因为因广达甲因诶艺术推广甲学校的课程做结合。因为我偏乡来嘛，所以我就感觉讲，因愿意甲即个展览送到学校，毋是干那藏诶，互学生看，伊是甲即个艺术的即个计划呢，藏伫学校的课纲课程爱结合，毋是讲你凊彩拢会当申请，是学校的老师、校长、主任拢爱支持。我伫遐最感动的就是有一届，我去参加因的开幕一个学生伫中华，伊讲我因为即个展览。互我知影即个国家，以后我大汉了，希望有机会通去个国家，其实拢足感动的所以我继续对这艺术讲伊会当感动人的迄个心所以我更加感觉即条路是我有兴趣的。所以落尾我有一个空窗期即个空窗期就是阮后生出世了，我就想讲压力较大，我是毋去做业务？所以我就开始去一间迄个文创的，台湾有一个时间做个讲文化创意产业，就是伊其实咧卖农产品的，但是伊用文化来包装，咧卖米、卖酒、卖蜜我去差不多4个月，发现讲，迄文化真正是一个包装，头家嘛是要趁钱尔，所以我感觉我真有风险，但是我无爱钱的心，所以头家又看会出来。伊讲以为你敢若无即个业务的企图心所以我嘛做无遮久的，我差不多4个月就离开所以离开了，我讲好啦，我还是莫行即条路。虽然钱遮重要，但是我感觉真正较困难，因为我感觉讲即个物件就是你喜欢我就袂互你，你无喜欢，我袂勉强。我无可能像讲要讹别人的钱安尼。落尾去艺术村。佮有我另外一个人生的一个转变伫遐踮差不多5档外的时间。你看艺术村内底写3个阶段拢无共款。第一个阶段就是艺术推广，阮遐做艺术进驻的 artist residency，
所以我第一件了解讲，原来艺术会当安尼去处理，毋是干那美术馆尔啊。啊，就去做教育推广啊、志工啊、导览服务，嘛第一件做主管的即个时间。落尾啊，我本来是讲我申请到一个，因为看遮侪人艺术家来，我嘛做创作，嘛想要去做艺术家去创作去办遐自助村，所以我拄好申请到宜兰的一个立泽国际偶戏艺术村，以偶戏做主要的进驻的一个目的所以我嘛申请着，我就甲阮迄个总监讲我想要离职，因为我要去驻村45天。阮的总监我感觉伊真大方，伊讲议会啊，你无需要起头路啊，你着当作你去学习嘛。你45天就留职停薪，你以后倒来甲经验搁扎倒来嘛真好啊。所以我感觉阮我拄着一个好的头家，所以伊互我即个机会去离职，去留职停薪，去做驻村艺术家。而且毋干安尼尔，伊搁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成立一个新的组别，叫营运组。因为阮住一个咧大的空间，一般民众会当住的即个空间，叫阮的市长进前迄个市长是柯文哲市长列管列管了后，就是对这代志爱较侪想法的，所以就成立一个新的组别，去对即个工课来想办法，所以即个营运组的成立啊。落尾啊，阮一个行政组的迄个经理离开去别个公司，伊讲你以为你有想要甲即个行政组甲营运组合的结合起来，所以我阁有即个机会去到对即个总务的啦、财务啦、人事啦、行政的部分，阁有新的场所的规划，拢有一寡经验伫的就是迄种综合起来，互我有遮个经验，会当变成即摆我做馆长的一个养分一个根基啊落尾去一个新的迄个中央所建立的文化内容策进院，我伫遮个时间无介长，差不多5个月。为虾米呢？因为拄好台北偶戏馆的馆长即个职缺，阮阮迄个艺术村的总监来讲，意外你有兴趣无无搁阮真正的一寡主管嘛叫我讲有机会话，咱申请看卖。所以我就是即个机缘之下，伫2021年11月接即个台北偶戏馆的馆长到即个时阵落尾啊，佫得到即个Fulbright的奖学金呢，去到纽约去交流。所以即个我得到即个Fulbright 的 grant 是我无做馆长的时阵，我阵就是艺术村就是想要出国的所以有啥物机会我就去申请。本来有申请一个迄个国际组织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拄啊伫东京做20年的迄个年会，拄啊拄着迄个疫情COVID， 所以无法度去。落尾改做线顶的，因为我上班嘛，所以我嘛无去参加着真可惜。无我就加一间机会去东京落尾袂要紧，我就继续申请，拄啊申请着即个Fulbright的迄个 grant， 所以有即个机缘去到迄个纽约纽约。我即个接待 host 的迄个一个单位就是 June Henson， 大家来了解芝麻街美语迄就是 June Henson 即个 company 所做的，伊的一寡节目即摆 Netflix 拢有，因即个 foundation 就专门咧支持一寡创作者，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平台，当因为熟悉着这 June Henson 伊会当把我牵引到美国的一寡做舞戏的创作者，所以刷来我就互你大家看相片这就是我迄阵做实习的，就是台元上班的时阵，伫因个博物馆后壁即张图就是阮迄个兔因老爸大家去讲我甲因关系但是我甲因兜拢无关系但是所以但是我感觉趣味的，所以翕着即张图这阮即个馆长罗宾即摆佫伫台湾，伊台湾遮侪年这是迄阵做一寡工作坊的画面去甲学生互动去幼儿园，我毋捌读过幼儿园我第一件的坐幼儿园的车就是即个伫台湾的时阵我去坐因的娃娃车去到幼稚园去甲学生甲迄个囡仔互动
搁做一寡光影吼，所以毋敢若布袋戏尔，搁有百种诶无共款诶，搁因为即个机会去迄落温哥华，搁有参加因诶每一年拢有一个较大型诶创作吼，这是用一个广东诶藏头偶吼做改良诶来做表演，伫水诶内底做演出吼。即三个演员，我是其中一个吼，真歹看出来是谁吼，我是中迄个区诶迄个，搁有另外一个表演是伫迄落，伫一个西门町外口面吼，另外一种诶迄个表演方式，这戏出叫台北百奈，这是甲一个美国诶一个导演合作，所以我去纽约嘛，甲即个导演有一个甲伊接触吼。这是阮伫西门町外口面做表演诶，伊甲结合做投影啊，甲支持。这我第一次去土耳其，因拢迄个表演了，拢有一个 party 吼，足趣味诶。即张图呢，就是我伫土耳其毋知倒一个城市表演时阵讲，那我诶相片是即个展览诶空间，原来我伫土耳其有咧表演时阵叫一个摄影师翕起来。伊就输出吼，所以即个空间伊就甲迄个即张相放咧原顶，我感觉足趣味诶，甲翻拍落来。搁另外一出，即个我感觉足经典诶台原一出戏吼，伊就用迄个传统诶古典布袋戏诶形式，但是改良变做一个老鼠妇吼，伫内底面做表演，阮再去荷兰表演原顶这是做伙表演诶演员。这就是演戏结煞了吼，去分汤啊吼，一群囡仔上煎过，敢若鸡仔咧抢食共款。搁有一个机会去北京北京吼，这是北京配影戏戏团的团长，已经第6代啊。这是后代，阮都咧排戏所以这戏有足侪种诶吼。这是土耳其伊斯坦堡的配影戏团的团长 Cengiz。这是共款用 projector 去做合作诶。搁有一个，阮搁有去邦交国，这个邦交国一定无去啊。我甲阮诶创办人 Paul 嘛做伙去。我想起来吉里巴斯吼，一定断交啊。这是另外一出，就是台原互我机会互我去创造。伫阮周末诶时阵会演亲子剧场吼，我著用布袋戏诶观念，就是我个人感觉布袋金光戏就敢若拼贴，伊著挪用足侪不管西方啊、日本诶一寡角色啦、电影啊、动漫诶即个角色来挪用吼，所以我用即个观念来做创作，所以甲即霍尔移动城堡宫崎骏诶卡通诶一个女巫呢，甲变做我一个歹人诶角色。其中另外一个就是史瑞克内底的邪猫剑客我改良变做我的主角叫邪猫侠做一个拼贴一个创作。搁另外一个这是用 paper mache 用纸做的一个偶戏直头偶这是我第2出伫台原因互我这个机会创作的家己做红仔，家己表演，家己写故事。用一个铁网去做一个迄个海翁，搁甲因的一个演员对意大利来合作，这是迄个海翁好，搁有离开台原了后，搁有一寡伫台原熟悉的朋友伊搁有机会找我做伙做戏这出戏是台北一个非人即色剧团伊办的活动超亲密小细节其中一个节目。较像迄个行为艺术啦台原恁嘛有做一寡个行销骗子这是台大医院的抗生素嘛找我做去帮忙，有客家电视台我表演其实相片非常齐全这是我去2018年去丽泽驻村的嘛算头一届我做 artist residency 这个故事我想讲特别讲一下，宜兰这个丽泽这个所在，
原本海所吼大属陆轻本来要起咧遐，啊伊诶迄个馆长吼陈定南，甲伊个遮个村民吼会反对，所以甲即个陆轻诶送走。但是接即个陆轻落来就是阮婚林，所以阮兜伫暗时啦，远看位北边去，拢会看到红红诶光线吼，就是迄个陆轻诶工厂伫遐。主要起入袂了哦，所以阮即个西边的海岸，因为陆轻有一寡变化，啊，等到这宜兰的海岸非常之水，所以互我想着讲，即个我甲即个陆轻当作一个怪物哦，所以即出戏叫《Monster Is Coming》吼，我甲譬如讲，伊就是敢一个怪兽共款。啊，我希望有一个英雄会甲即个怪兽拍倒。啊，即个英雄就是用阮爸爸迄个梦剑客来做我即个想法哦。但是因为事实上无可能拍倒嘛，所以拢是梦想的尔。所以即出戏演煞，我就读一个李明勇的诗吼。所以即个过程我当中，我就是譬如讲陈定南迄边就是东村，啊西边即边就西川吼，所以东村的村长反对，但是西川的村长希望伊来，所以是一个寓言的故事吼。啊，这是我伫迄个驻村的时阵所做的一个怪兽吼，因为喷烟吼，所以我创一个迄个讲，我迄时阵找讲要用啥物讲呢？我就都买着迄个洗衫机后壁咧放水迄个讲来做，迄个烟雾机会当喷落去，啊，冲去馆顶去，吼，啊，这是梦剑客将即个怪兽拍倒，吼，啊，所来讲到即马，吼，我管理的一个经验，为虾米我会写船长吼？我对来讲，迄个 leadership 就是敢若是一个船长，一个船长吼，爱讲一个大方向，讲阮即条船吼，逐个爱同心向一个方向去。我敢若是一个教练共款，希望我即个 team 吼，每一个人诶，每一个无共款诶，即个船长无共款诶厉害之处，我著甲因跳做一伙，啊，向一个方向去。啊，人类学家是因为我会当，人类学家就是一定爱有一个同理心伫诶，爱想讲这员工啊，还是外口合作诶单位，还是观众安怎想咱即个博物馆，吼。所以即三个我对我来讲，就是管理一个上大诶一个提醒吼。所以我来到即个台北五戏馆呢，我就是重新思考，甲即个五戏诶一个连接是啥物？所以我甲五戏馆当做一个 platform 吼，一个平台，用 creating together 吼，然后 learn together 诶概念吼，希望多样性会当甲阮即个学习来结合，毋敢若布袋戏尔，会当做侪百款诶物件。吼，即个博物馆呢，对2004年开馆以来，明年一定要到20档啊！所以我希望，即我去年对纽约转来了，我重新用一个定位吼，即台北戏馆，伊是一个面向观众甲创作者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武戏交流平台。哦，我希望足侪人拢会当来阮遮，阮是 open 阮的 museum，open 阮的 source， 互大家来去使用，甲阮遮当作一个舞台去表演。互大家了解，哦，啊嘛，阮甲即个内容会当做一寡新的改变，互较侪少年人会愿意入来，会了解讲跩武戏是啥物的情形，哦，啊无一般来讲啦，听着学戏馆伊讲哦，布袋戏嘛，啊就是庙口演的迄啊，啊无就是霹雳布袋戏啊，拢有一寡较既定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希望会当拍开因即个原本的一个想法，固定的想法，会当来阮即个武戏馆来参观交流。啊，这是阮即马即个新的常设展吼，这是顶一个馆长伫2020年疫情期间所改的，所以即个武戏馆伫2004年一直到16年以后，才改即个常设展，因为伊的资源真正足少的，人员5个，今年交我
总加2个出来吼，变个7个人吼。其实这个资源虽然是阮市政府下底面的一个基金会，但是因为吼咱即马艺术文化非常之多吼，要安怎去分配？阮即个有限当中来去创造伊的可能吼，对我来讲是一种挑战吼。这是阮即个一个常设展哦，互大家小看一下，耳芳一下吼。有希望大家来台湾来代表，会当来参观。哦，这常设展，常设展每年差不多2万个，1.8至2万个左右的台北市2年的学生会来阮博物馆参观吼。啊，阮迄特展的部分呢 ，special exhibition 呢，我有一个想法，我希望一档有2个特别的展览，一个是用阮的 collection 4700外件，会当互观众看到；啊，另外一个展览会当互观众看5艺的多面化、多元的部分。所以我头一档来就甲阮的配影戏，用心用我以前当代艺术吼 contemporary art 的迄种展现的方式，吼来做伊的展览的即个表现的手法吼，甲伊这配影戏当作一个艺术品共款，互观众去观赏。啊，这是我工作坊吼。啊，另外一个就是去年11月一个停格偶动画特展吼。啊，阮阁改变着阮即个 logo 吼 ，logo 因为10几年来拢无改变，因为即马全世界的 logo 拢朝向上简单的方式，互大家了解，会当运用伫网络顶悬、手机啊、iPad 啊，会当较看着。啊，你伤复杂的看无啥吼。即个阮即个新的 logo 伫去年3月21号世界母语日吼公开，互大家了解吼。即个概念就是对即个透明的啦、开放的、变化多端的吼，对台湾即个T开始的想法，布地是现代。啊，拄啊，阮颠倒元帅是即个乌红色的吼，所以用即个色彩来做概念。啊，即个停格偶动画特展，我特别讲者，因为真正足侪人最近啊，足侪少年的拢因为要看停格偶动画来学戏馆。甚至讲，阮即马上班的一个咧负责展览、负责行销的 marketing 的，伊是因为即个展览，较知影阮即个学士馆，一定伫即个博物界内底做过工课，吼，啊嘛是即个艺术管理的研究所的背景，但是因为真正看着即个停格偶动画，较知影原来有即个台北学士馆，啊，所以来投即个履历，啊，即马伫阮遮咧上班吼，所以我感觉。嘛是有一寡机缘，互少年会知影武戏的百款。啊，即届概念就是来自有一个中华因厝咧做猪尾红仔的，啊，另外一个新庄做古纸的吼。但是因2个少年拢做停格偶动画 （stop motion） 吼，stop motion animation， 啊，甲伊结合的，啊，放做伙，哦，这开幕的，啊，这是阮即马特展现场。吼，即个展览想法就是拼台，布袋戏甲歌戏啊，伫庙口表演有时阵吼，请主拢会请2边戏迷咧拼场看相思相赢吼，啊无就是咧庙宇吼，伊咧做建筑时阵2边面无共款，好边啊，甲迄个两边无共款，迄个艺术来做创作。我用即个概念放喺阮的展览，2个。无共款的艺术家来做拼场，啊，即个对面就是你即马看到倒手边即个画面，就是因老爸做猪尾红仔的，佮做古纸的，因爸爸的相片拢放喺遮，啊，佮中即个影片就是因的吹落吼，就是有一个呼应，因的生长的环境影响到伊即马因的创作，吼 ，OK， 啊，这其中一个做猪尾红仔因兜的落尾做的即个场景吼。啊，这是做古纸的，伊的一个艺术作品，哦。啊，这资料伫阮网络顶悬拢有放，阮一个8分钟的一个 interview 吼，大家有兴趣的咱去了解一下。
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学习一个实验平台，所以我希望讲，阮会运用阮的空间，会互我创作者会当来阮遮表演，对阮来讲嘛是一个真好的内容吼。对我观众会知讲原来有这无共款的武戏的表演，就希望因会当来。所以阮就做艺术家的驻馆计划，就因为我伫以早做艺术村的做 artist residency 的 program，所以我嘛希望阮用这个 program 来到这个武戏馆。我去美国纽约克去参加 Pubsland 吼，所以我嘛甲这个概念来引来阮这台北武戏馆吼。所以今年6月时阵，就这个7组的创作者会来阮遮表演。这是阮另外一个后个月5月份吼，要做阮的咖喱翁仔一个 special 的 exhibition 吼，我就邀请当代艺术家的团体，甲阮做伙共同来学，共同来创作阮即马新的准备是5月19号有新的展览要出来。这是阮这个创作者所提供的一个概念图吼，也无确定的吼，先互大家耳芳一下。这个就阮6月9号有一个 Pubsland 即摆咧 open call 吼，就是希望一寡创作者会当来投看卖吼，阮会甄选7组来做表演。因为伊的表演的内容是对成人的吼，所以阮希望有一寡较大胆的吼，所以即个阮的主题就是飞了吼，get high 吼，但是这 get high 毋是美国人讲 get high 是咧吸个位吼，是咱台湾人 get high 是讲欢喜啦吼，毋是讲真正咧吸毒吼，所以用即种方式吼，希望大家会当做一寡想象力吼，会当来阮遮做表演，6月9号的演出。所以阮今年过年了就叫同事吼，甲拄仔今年咱看的物件拢藏起哩。8月拄仔当着阮的馆庆吼，所以阮就结合这亲子游戏，夹做一回吼，做一个 super combo 的一个节目来内容。落尾6月份的 Pubsland 也袂歹，遮侪人来看。阮9月佫会加一场，会希望愈来愈侪人会当了解阮。12月有一个新的展览，就是用布袋戏做伊的核心概念吼，来讨论咱即马当代吼，即马现主时布袋安怎创新一个议题，来做一个新的展览。纽约客话，互大家小可看者吼，这个去 Jim Henson 的因的公司，个另外熟悉另外有咱台湾过去的一个偶戏的创作者 ，Chinese Theatre Works。去伊个办公室去参观，去这个 Jim Henson 因个 Foundation， 因放出一个马屁的一寡素材，这有一个我去到遐非常的感心吼，有一个去纽约克做工课，Speaker Wabi 吼，伊敢若是一个真好吼，互阮了解偶戏创作者伫美国安怎生存吼，嘛做一寡交流，嘛有因为伊的 support 吼，所以我是像那透遐一个教会做分享吼，有去做侪博物馆去参观，拄好嘛有因咧伫5号前 Museum Mile Festival 嘛有一个偶戏的团伫遐做路边的表演互动，去看因的展览。我感觉我时间无够，相片爱互大家跳较紧诶，较特殊诶我甲停落来，大家看着。所以我怎啊看诶表演吼，我拢会做一寡记录。就因为我嘛是爱交差吼，嘛是爱有副本来知影我伫遐做啥物代志，就是去看足侪戏诶，去熟悉一寡偶戏诶创作者。我嘛早我会布袋戏会当甲伊互动吼，因为看导演的关系吼，咱即个台湾 Fest 伫纽约呢，伊就是看到看导演伫脸书顶悬放伊 interview 我的相片，伊就讲意外你有兴趣伫遮摆搭无吼？无通常是三太子啦，无食的啦吼，无就写书法。我拄好讲好无我就伫遐摆搭。所以正手柄我伫遐就是用布袋吸引大家注意，正手柄就是用一寡我用我家己手画一个黑白一个轮廓图吼，买一寡
金金的啦、shining 的一寡贴纸啊、一寡笔啊，互大家去创作哦。啊，悬顶用 QR code，大家会当搁较熟悉布袋戏哦。啊，正手倒手柄迄是阮后生吼，今年9岁。啊，迄个观众有其中一个观众吼，伊因为参加即场了，所以我落尾去迄个 Queen 的植物园啊，啊是第2场的迄台湾 Fest 啊，伊都有来，啊，佮去 Chinatown 遐做分享，伊嘛有来，落尾甲因厝的人熟悉着，吼啊，陈先生应该嘛有邀请伊过伫过年的时阵吼，就是因先生伫迄个 Facebook 做台语的，迄个 engineer 吼。然后啊，所以而且甲足侪人结缘的，拢因为五戏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讲上重视的是讲甲人有一个关系，就因为一个五戏甲其他做连接。好，啊，佮继续看，啊，这就是去遐 Chinatown Pearl Street 一个教会做分享，啊，有一寡示范吼，啊，伫遐正手边迄个美国人缺的，今年嘛共款得了 Fulbright，爱来台湾，哦，我嘛会过去做交流。好，啊，就是潘德恩去迄个鸟文中心、鸟的文化中心去接受这个访问。吼，啊，这第2届吼去Washington Square 吧，啊，拄啊撞着大落雨吼，我想死啊，啊，拄啊等下无人。啊，无是讲，雨落了真紧吼，敢若西北雨共款，秀者佫无去啊，佫变好天了嘛。哦，落大雨，好天啊，落大雨好天啊。哦，啊，着伫路诶，但是因为人无像顶回较侪人，所以即件我着行较出力吼。你若人布地，逐个拢有兴趣看，来甲伊活过来。OK，啊，这就是佫继续去看一个表演，啊，就是去，这是咱诶迄个台湾诶兰花展伫 Queens 诶植物园。啊，这个我去 Coney Island 看 Puppy Slam。哪有这声音？好，啊，我就是因为在看这 Puppy Slam，所以甲这个概念诶，甲引进落来台湾、台北、湖四馆。哦，好，啊，上尾要离开进前，因佫邀请我去大都会台湾日吼，去路边，啊，拄好即个迄个大赛啊，甲车拢有伫遐。好，刷来就是讲我伫即个路上诶，到底是毋是有水汽牵条？伫我后壁面安尼出现吼，我到即满我嘛毋知影。唉，讲到这吼，我今年过年诶时阵，我听了我一个表小弟吼，伊头一个头路去工程师吼，伊诶薪水就是我甲我即满做馆长诶薪水差不多。我想讲，我是毋是去另外找头路好啊？啊，落尾我伫即个顶4月份一个分享，阮同事嘛伫现场，我着讲我其实2月份时阵去投履历诶，啊无是到过长工，阮同事伊着甲我讲，馆长啊，你着敢若亲像阮诶船长共款，你甲阮带去即个岛，但是你你落去即个岛了后，着无阁起来啊。所以我着甲因讲吼，袂啦，暂时我袂离开啦。我希望我今年嘛是当甲完成我拄则分享诶一个任务。所以对我来讲，即过去吼，就是我所变做即卖我，就是我经过诶，我感受过诶，我做过诶代志，拢会累积伫我诶身躯顶。歹势歹势。所以我最近本册看煞吼，这是一个韩国诶韩裔一个美国人，伊是一个主厨哦 chef。伊讲足侪人拢会去批，即简单去批评，但是拢毋知影因做食诶艰苦，所以伊有足侪甲伊甚至有得着躁郁症吼。但是讲吼，伊每工透早，伊就是甲伊诶清单诶食材准备好势，不断思考。
拼命去创新，因就是希望逐工拢有一个希望伫个，所以对我嘛是一个鼓励吼。所以我即马虽然我伫前一年得到即个工课做一个馆长，因为即个布袋戏界其实非常的细，足封闭的吼，有时阵拢会讲遮有诶无诶。我嘛足烦恼诶，但是我即摆讲用人类学的概念，就是我就是一个局内人，嘛是一个局外人。因为我甲我布袋戏团其实无熟无识，因为我足早就白漂啊，我无甲阮爸爸，阮爸爸嘛是一个无介意甲人讲遮有诶无诶social诶人，就是伊著做伊诶头路，啊即摆佫做即个田来做事，哦，所以对来讲，我就是敢若一个。我熟悉布袋戏，但是我甲我诶人无讲介熟悉。对我来讲，我就是维持一个，我台北游戏馆就是一个平台。每一个人有想要甲阮合作，我拢做欢迎诶，袂去拄好任何一个人，吼，就是感觉就是爱趣味就对啊，吼。所以我分享到遮，告一段落，谢谢。哇，真丰富啊，真精彩的分享吼！啊，我会感觉讲，咧听即段你的分享吼，按你的经历内面吼，啊，看到台湾真正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奋斗的过程吼，啊，咱咧讲艺术吼，就是讲尔水吼，啊，后壁爱有迄个线啊，爱线就是疼心嘛吼。着讲对人，还是讲对即个社会、即个土地疼心吼，啊，佫爱佫有一个真啦吼，即 authenticity 吼，就是讲迄个真实的迄个物件。较顶仔若有机会，我拄好咧听你的分享，啊，讲啊诚感动的时阵吼，啊，我有想着一百度啦，吼，我顶仔我看会当，啊，即个咱是毋是讲有人要来分享无吼？哈，好，来，咱请赞成老师啊，先来讲哈。叶伟老师吼，我去啊，莫讲老师啊，吼，莫讲老师。我去大稻埕时有碰到景富先生啦吼，啊，伊有一个遐有一个布袋戏馆，啊，听讲遐布袋戏即摆拢关去互台北市政府，啊，伊即摆迄个馆，即摆有啥物功能？啊，阮若去大稻埕时会使去迄间馆，要安怎甲利用迄间馆去参观？啊，你较早是毋是伫迄间馆上过班吗？哦，无错，我就是我拄则讲我伫遐2010年时阵伫遐实习了后，伫遐差不多做十头路2-3冬的时间。落尾伊的馆一定伫在2020年一定收起来啊。哦，甲全部万外境的即个武戏呢，关互台湾博物馆，对中央的博物馆，伫228公园迄个博物馆。哦，啊，伊这4700万件嘛是伊管的，伊是差不多1998年关互台北市政府，伫阿扁啊做市长迄个时阵，哦，所以阮遮的 collection 嘛是即个土伊管出来，所以大稻埕还无去啊，你游玩会当来阮台北武戏馆，是即个金华城吼，金华城迄个隔壁，啊金华城你无去啊吼，就是伫即个松山区遐，嘛欢迎你来。哦，多谢多谢。来，陈瑞兄，请你讲。啊，我请教即个蔡先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即个布袋戏还是武戏的即个卡本安怎处理？是安怎产生啊？安怎处理？安怎利用？会使小说明一下？好，啊，我直接回答吗？好，啊，我直接讲吼。你直接讲。剧本吼，其实就是看剧团的需要。那较早的时阵吼，譬如讲，较早拢有一个白戏先生，白戏先生就是编剧啦吼，就是伊会帮这剧团写本。比如讲，迄个西丽星星阁，伊就找一个白戏先生帮伊排剧本，所以根据即个剧本来即个演出。啊，为个布袋戏团呢，
伊就是因家己嘛会想迄个表演的本吼，所以其实拢有足侪变化的。啊，咱即马现主时这舞戏的表演呢，嘛是根据这剧团的需要。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好啦，因为即马台湾足侪所在拢有表演的场所吼，伫台北就是迄个两厅院，啊台中就台中歌剧院，啊高雄有魏武营、魏武营吼，因拢有邀请做剧团来演出吼。啊，因为是做剧团的根据讲做场所所当年要表演的一个主题，去来编因的剧吼，所以这剧本差不多就是根据无共款的需要而编出来。对不对？后来迄个美玲，请发问。我甲你请教吼，你即马所有的搬的戏吼，用啥物款的语言来表达？那搬戏，你若咧讲一般外口面咧搬的布袋戏，游园嘛是用台语来表演吼。啊，你即马讲现代去剧场看的表演吼，有时阵嘛是通常啦，应该讲大部分拢是国语啦吼来做演出。啊，若是为个吼，因为伊的需要，可能甲台湾有关系。比如讲，我今仔日本来嘛想要去看的吼，一个甲鹅仔议题有关系。伊咧讲台西的鹅仔，就是因为陆庆的关系，愈来愈少，所以因嘛搬一出戏，专出拢用台语来演出。因其中佫有请了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演员，我的朋友，伊本身伊是马来西亚，伊是讲广东话的吼，广东话，伊毋是讲迄个福建话。但是因为伊啊演出戏，伊嘛是爱去练习讲台语，较有法度伫迄出戏内底讲伊的口碑，吼，大概是安尼。多谢。好，咱遮有一个妹哈妹带哈，请你拍开麦克。佮有一个书院伊先抓手，伊真早抓。好，书院。书院无你先麦克先拍开。书院你会使开麦克。有啊，我刚安尼讲有听，我会当开，我有开呢，听到你的声，你会使继续问。你敢有听？听到你会使继续问。安尼有听无？请讲。我问馆长吼，每年吼，2024年的时，我有想要转去台湾，啊，我毋知影迄个有迄个工作坊无，和迄个年纪较大的人，因为我伫疫情之前，我有创一个团吼，啊，专门利用即个 puppet 吼来表演。讲迄个讨论即个老人的议题啦，啊，因为我无经过训练，啊，所以就家己学袂错，学袂舞，所以我想讲，明年我有机会要转去台湾的时，啊，毋知影有即个工作坊，阮会当学习吼一寡迄个 technical 的 skill， 安尼，一个技巧。好，我小可讲者吼，因为博物馆的工课非常之多吼，甲关系到即个 workshop 吼，就是工作坊的部分。大部分阮通常拢会配合即个展览，哦，延伸工作坊。比如讲咖喱鱼红啊，一个工作，迄个阮的展览伫5月底要 opening， 哦，所以阮落尾啊，到今年年底，拢会甲即个咖喱鱼红啊有关系 workshop。啊，明年爱看你当时转来。哦，你若是伫迄个明年大概选总统的时阵，1月时会转去，后个月啊，安尼。1月时阵，因为阮差不多我拄仔有讲过嘛，阮12月至明年拄仔用咧展布袋戏吼，所以阮可能就有一寡布袋戏有关的 workshop 会办吼，所以望你会当去阮的 Facebook 吼去搜寻台北偶戏馆吼。来做阮的follow，
啊，看阮若有一寡有关的活动，伊会当来报名参加安尼。OK，多谢馆长。好，惠妹来换比你。赛就是 Boston 的阿香，嘿，阿香。我要请教即个蔡先生吼，你拄仔咧创伤的时阵，你有创到讲你有去看迄个 Jim Henson 吼，美国音乐 PBS 的迄个 television， 因拢有做即个 Sesame Street 芝麻街吼，啊，迄囡仔迄节目就是讲教囡仔算小吼，算1、2、3、4款，还是讲零捌英语啊，什物迄啊？啊，我讲迄节目囡仔拢足受欢迎。啊，你敢有讲可能讲恁即个团吼，会当讲制作即款节目吼，一工无济，一工7点钟啊，伫咧电视安尼播，啊，顺续会当讲教囡仔学讲台语。多谢。OK， 你讲的想法吼，其实即侪剧团拢有想过，吼，应该安尼讲好啊，因为若要做出来底片还是啥物的，其实拢爱资金，爱有人。毋是讲要做就做吼，所以吼，迄就是根据着每一个剧团伊所要安怎生存，要安怎去发展的，拢有无共款的需要。啊，就是我拄则讲，阮博物馆因为代志真多，啊钱真少，啊人嘛则少的，所以阮能力有限，阮现主席呢，就甲阮遮做 platform 安尼，有展览，有表演，啊若要推广的一寡，像比如讲台语即件代志。真侪人拢有想要做，吼。比如讲我所知影的 Podcast 吼，即摆就是有一个布袋戏团因一个少年的吼，伊就用着即个 Podcast 去邀请各大的剧团来讲因的代志，啊嘛拢用台语来讲，是毋是针对囡仔的部分？比如讲阮囝好啊。以前我拢细汉，伊细汉时我拢用台语来讲故事吼，来用 picture book 来讲台语互伊听。啊，落尾伊即摆愈大汉吼，我暗时我直接用放 podcast。啊，有诶 podcast 吼，伊就用台语来讲故事嘛是有啦吼。所以吼，你拄则讲诶 idea 是真好，但是伊要实际上要去运作，嘛是爱资金啦。吼，那阮即摆咱。即回来咱这线顶参加诶，就是我拄则有介绍着伫纽约克，Speaker Wapi 伊嘛有用个乌死吼翁仔来做故事，伊有家己拍影片吼，甲 Uncle John 来做即个传统故事诶影片，但是伊毋是讲台语诶啦，是用英文诶吼，嘛是类似即种物件要讲互囡仔听诶嘛，是拢会当了解。这可能是爱吼，即个美国迄个 Jim Henson 的节目 Sesame Street 是迄个公共电视台啦 ，Public 吼 PBS 啊，所以恁这台湾可能嘛是都爱公共电视台吼，台湾的公司吼有做因咧做迄款，就是讲因来制作啊，恁是技术方面还是讲可能爱朝即个方向行啦。我补充一下，我用想着吼，我记得较早差不多。嘛，足侪年前诶，我有看过迄个马街用布袋戏来讲马街诶故事，吼，嘛有做啊，嘛其实拢有啦吼，是因为可能伊嘛是放咧电视顶悬，但是知影诶人少，啊想要看诶人嘛少啦。我坦白讲啦吼，就是讲我伫即个布袋戏嘛走动嘛几啊年啊，其实囡仔吼嘛是爱看有兴趣诶物件啦，所以。你比如讲，我用布袋戏用讲台语，你若编剧无介理想吼，无介趣味，嘛无人要看。啊无就是敢若流水账安尼讲加过。我感觉是甲表演有关系，啊，佫爱讨论着你诶教育 education 诶部分，佫爱结合着儿童心理，所以伊毋是遮简单。你毋是讲吼，我一个啥物，譬如讲，我着凊彩叫一个剧团。来用布袋戏讲互囡仔听诶故事，会当做，但是是毋是讲会当讲啊遮深，会当适合，会当趣味，伊爱做足侪功课诶，毋是遮尔啊简单。我大概安尼讲啦吼，就是咱拢有足侪希望诶吼，但这希望诶，就是有一寡有心诶人，伊想要行即条路吼，拢真好。迄个我敢袂当甲你请教讲吼。
若讲要有即个团啦吼，啊，专来做台语安尼啦吼，啊，迄编制是偌济？还是伫迄个大部分是伫人的部分人事费，还是讲设备吼？设备的需要含即个人员的编制大概是啥物款？哦，那舞戏团有大有细哦。比如讲我咧讲，我伫10几冬前，我伫台原舞戏团内底表演阵，阮就是一个头手甲二手吼。头手、二手就是头手就是主演，啊，二手就是助演吼。啊，两个人就当搬戏啊。其他就是用就是用现成的啦。音乐就去放，无用后场吼，后场就爱甲请较侪人。啊，比如讲我嘛有 solo show 啊，嘛一个人在演出的啊。但是我咧讲好啊，剧团要生存，全世界拢共款，拢无安尼遐简单。伊爱去参加，比如讲我咧讲好，比如讲我即摆有一个剧团啊，我有一出戏要搬，我先有一个场所会当来表演。啊，场所你去租嘛是要有租金，啊，你去租就好。比如讲我只舞戏馆俗俗啊租剧团，但是伊要票，伊爱卖票，你爱卖偌济票，才会当有迄个成本伫诶，吼。所以要考虑诶代志拢爱真侪，吼。所以其实大甲细拢，我感觉迄毋是重点，重点是剧团到底要用啥物做伊诶核心，吼，伊诶口码流，伊诶 TA 是啥货，伊爱想互清楚。所以我熟悉一个少年诶，伊即摆差不多哪做老爸尔，伊本来我熟悉伊阵伫我伫宜兰咧驻村诶时阵，伊伫遐做演员，落尾出来创团，伊是台中人，伊对到台中，伊有做一出戏叫做拍扑啊，吼，讲故事互囡仔听，用遮侪物件吼物件，拢叫 object。啊，有一寡细细的翁仔来讲故事，吼。啊，伊即出戏呢，已经巡回即侪，差不多应该有超过50-60场，甚至100外场啊。对伊来讲，伊就一个人当演啊，吼，伊演袂当过了袂歹，但是应该讲会得过尔，但是无法度真好过啦。大概是安尼。所以这故事的迄个原创性啦，吼，还是讲故事的这个教育性，吼，啊趣味性，吼，变做是搁较重要啦，吼。你若敢若讲遐人一寡翁仔，啊伊后壁无一个需要的故事，人的囡仔可能嘛袂趣味的款，你敢是即种意思？是啊，是啊。啊，若是讲故事的来源是爱靠多元，还是讲固定有几个啊安尼，吼，几个来写，即种会较好，还是讲用改编的？哦，这拢有啊，拢剧团拢有，各种拢有诶。伊会用迄个 picture book 诶故事内容啊，啊是怎小说啊去改编拢有啊。有诶家己就当写嘛有，啊请人写嘛有，啊有共笔诶嘛有，哦，就是反正就是你看用啥物手法，就是要得到迄个剧本啊。有百款诶方式会当去得到安尼。啊，像讲要做遮个翁仔吼，迄困难度偌大？我想你搁想讲，比如讲你搁专门去做是真海翁吼，有一个剧情的需要吼。啊，所以若讲伫咧故事的内面，检采会有一寡较现代的人物吼，还是讲有时迄造型啦，做甲讲爱足趣味吼，甲看着迄个造型，咱就知影讲哇，嘿，足想要去看吼。即种的迄技术性吼偌复杂，迄个过程偌复杂。OK， 比如讲我用较困难的对我来讲，就是用雕刻的，因为毋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雕刻，所以以早布袋戏吼，甲即摆嘛共款，布袋翁仔吼愈来愈贵，因为雕刻愈来愈少啊。因为对雕刻者来讲，伊也袂伤悬的价钱，嘛无人要买。比如讲，伊即摆若以传统的古典的布袋戏，较细身的，一个翁仔头，你去泉州买来，通常嘛爱有5-6千箍至1万外桶。
但是迄万几箍的布袋红仔对我来讲伤贵啊，我毋甘摕来搬，所以我可能2000箍我阁会得过，我着用上一般的雕刻师所刻出来的红仔，但是讲可能无够水，无够有利，但对我来讲会当通用就好啊，我佫讲是布袋戏，伊怎安怎养成？就甲以早就是做学师仔嘛，3年4个月安尼去雕刻的刻笔仔的遐店来学，无就是甲遐专业的布袋戏雕刻师来学即个雕刻的功夫，拢爱有经过3年4个月，至少伊若较厉害，可能伊即早就出来家己做师傅来引头路嘛是有，我拄则有互大家看的就是因为我嘛毋是专业学做布袋做布袋红仔的人，还是做学死的人，我就是因为细汉就爱变爱画，所以我敢去动手去做嘛。因为我看做就有一定的一个鉴赏美感伫个，所以我感觉爱安怎的造型是符合我用的，所以我才学着一个用纸来做红仔，就是伊先用一个陶土做一个形，比如讲做一个红仔头，用迄纸，我着用报纸拆一丝一丝，用迄糊白糊打去，打几啊层，等伊打了后，我再来用广告颜料是亚克力颜料去做伊的色，再来喷迄个金油，会当较好用，这是我试过的。一般来讲，你若有迄时间，有这个耐心，拢有法度做，佮为了另外种就是用迄个轻粘土来做红仔头，嘛是有，大概是安尼啦。好，咱请陈丽兄，听你拍开麦克。我讲到这个艺术的传承我感觉这个问题真要紧其实这个我今仔印象就是讲，咱这个蔡先生所介绍这个布袋戏为台湾的这传统的布袋戏我真意外讲，即摆已经发展到遮尔现代、遮尔国际化另外一方面来看我感觉讲有迄个真无彩的危险性，就是讲咱即个传统的即个艺术要安怎来甲保留起来啦？比如讲啦咱意大利人会足注重因的传统因做的面因做的即个 cheese 因做的咸肉啥货披萨啥货，拢足注重因的传统像有诶做 cheese 的，还是做酒的往传七八代，家己的安尼一直传落来所以这变做足宝贵的物件，因为这个传统就是咱人甲土地绑起来感情的一条线所以这啦，因为现代发展这个传统的艺术消失去，迄是足无彩的代志所以咱台湾这个传统的艺术，比如讲这个布袋戏红仔要安怎做，要互伊这个做的人会当生存会当感觉讲足骄傲、足阳光，会当传互因孙、因的囝、因的阁孙安尼这个我是感觉讲，可能是爱注重的代志我小讲一下因为我拄则有讲我硕士班就是读文化资产维护的保存的，但是对我来讲，艺术是一直咧变化，一直咧改变的。水的物件，伊绝对嘛是有人会愿意留落来。譬如讲迄个大家可能了解有听过李天禄伊个李天禄就是二元连的即个布袋戏的大师因后生陈锡煌今年已经93岁啊。伊即马伫即个台北五戏馆伫4月至10月，迄
即个期间，每一个礼拜日，拢有办一个课程，大师工作坊，就是希望有一寡少年囡仔、少年辈有兴趣做，不管你是搬戏的，还是后场音乐的，还是雕刻，还是做迄个衫诶绣衫做功夫的，伊拢有咧办即个课程。我印象中其中有一个，敢若是伊国校还是国中开始来上即个大师班，落尾是真正有兴趣，伊嘛去参加迄个文化部的一个艺星的即个传承的计划，甲即摆已经学成功夫啊，伊嘛开始咧斗即个陈锡宏财富斗搬戏，落尾嘛有一寡少年辈，伊对这传统的有兴趣。像我来讲，我就是原本阮厝诶咧做金光戏诶，毋是做迄细身诶即个古典诶布袋戏。我是因为10年当前来到即个台原偶戏团，去学着即个物件，我才开始讲，真正水，即个真正优柔。所以对我来讲，你讲我到底有咧做传承无？但是因为我有接触着，所以我得甲即个物件。熟悉我诶人，还是拄仔咧讲布袋戏诶人，伊就知影即个物件，开始注重，开始想要去接近。所以对我来讲，我袂去非常诶勉强，还是硬度要来。我即个人则注重即个机缘，合作嘛是共款，但是上重要就是你爱讲出来，互大家了解，互大家熟悉，互大家感觉伊水，伊感觉好，感觉愿意支持，较重要。硬度来，硬度杀传统诶物件。有个人感觉叫杀啊，遮烦诶，政府伫讲，还是士大人，还是以早诶老先辈讲这重要诶，一定要学啊，放无去无彩啦，讲一寡有诶无诶，少年诶听久嘛先嘛烦，讲这时代咧变，我学这创啥货？所以对我来讲，真正就是，互大家了解这水、这美丽，这伊真正喜意，我相信，绝对有人愿意学。愿意去保留，即摆我拄则讲过，布袋戏团500-600团，其实拢咧做金工较侪，为伫第2代、第3代，伊可能接受着这古典诶、传统诶，伊就想要学，伊就会开始想办法去学着这功夫，落尾互大家熟悉，愈来愈侪人有兴趣，但是对我来讲，遮侪代志拢勉强袂来，为是咱看外口面遮好、遮精彩，其实。伊诶背后其实遮艰苦、遮困难，咱拢毋知影。大概是我分享到遮，关于即个传承诶问题。我想拄则即个单位咧讲诶部分另外一个语言嘛是一个部分啦比如讲，即布袋戏伊有2种嘛因为伊诶人物相对简单所以足侪部分是靠迄个口碑有精彩。讲若迄个戏，若迄个口碑讲了足水气诶迄听起来气味无共款。所以我要问诶问题就是讲，即摆事实上要推广即个戏类可能嘛有困难，尤其是若讲要互遐个囡仔听因为要就着讲要互伊听有所以就是讲爱改用所谓诶国语我要问诶问题就是讲。一个传统伊用台语做口碑诶人啦伊要用改做国语去做布袋戏诶口碑迄效果会啥物款？以早呢，效果啥物款就是讲对迄个传统，就讲对传统诶遐个做搬布袋戏诶人比如讲像讲。恁是大人迄辈，还是讲较少年淡薄仔因为会去讲遮个人，我看因一定是讲故事的能力拢足够啦，就是讲会讲故事的拢特别，迄个头壳内面语言力特别强，敢有法度人讲伊就拢习惯讲一种语言，要刷过佫一个新的语种起来，迄个气味敢袂去互走去？绝对会啊！我咧举一个例好啊，恁会知一个印度尼西亚因共款布袋戏因通常大部分你若无去过遐所在，你嘛无亲历着因诶
较因在地人的生活，你绝对毋知影因有布袋戏，而且因的话叫做越洋布袋戏，伊的音就对泉州来，因为咱布袋戏就是对泉州、漳州即两个所在传过来，甲咱的祖先有关，吼，因共款甲这布袋带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拢有咧搬布袋戏，吼，但是即马印尼咱知影伊拢排华嘛，因有无允准因讲华语，福建话也好，还是广东话也好，拢袂使进。所以布袋戏落尾有消失一段时间，但是伫因每一寡重要人物，因就想要改变吼。落尾即马呢，布袋戏毋是讲福建话啊，伊讲印尼话，吼。但是迄个开口呢，一般啦，你若有机会，你网络拢会你拢会当查着，吼，叫越洋布袋戏，听起来音甲伊重要的人物，拢是共款用福建话发音的，吼，伊的腔口虽然用印尼话咧讲，但是你感觉出来，伊敢若就是咱所知影的台语的起承转合，咧讲故事的迄个语言的一个 flow 吧，还是一个节奏吼。我去讲过咱台湾吼，咱台湾即马真正都台语诶推广拄着一个问题，就是咱环境的关系。我甲阮囝、阮后生，伊细汉我拢甲伊讲台语，吼，伊细汉伊嘛要应我几句台语，但是去到幼稚园了后，国校了后，就开始拢讲华语啊。伊也转袂过啊，因为无人甲伊讲。但是对我来讲，伊上无阁听有吼，伊遮侪同学拢听无诶，吼，至少勉强甲人讲几句，吼。所以我感觉这是真正是一个政策，在前几年前国语运动了后，吼，所以就敢若印尼排华共款啦，吼，因为排华所袂当讲，所以全部拢讲印尼话。共款意思嘛，咱推国语运动，叫逐个拢讲华语，台语愈来愈少人讲，下一辈人愈无机会通训练。像我来台北，我打来阵我退伍差2006年来台北，伊怎啊坐捷运的阵，坦白讲吼，因为四周围逐个拢讲华语，我忽然间有一个感觉讲台语。敢有淡薄，我即摆讲起来是较无好啦，较见笑，还是感觉佫无好听。我甲厝诶人讲，伫捷运顶悬咧讲电话，我突然间我发现，我甲我讲话诶声音降低，吼，对即个文化无自信，感觉讲台语无好。后尾我感觉我愈来愈大汉了后，我感觉就是我去台原去。因为布袋的关系，互我去全世，互我去遮侪国家，我开始了解到咱台湾的文化，咱的主体性。我开始自觉了后，讲哦，台语的重要，这是我母语，我细汉咧讲的话，我哪有啥物好见笑的？所以我即马伫我上班的时阵，阮同学大家拢讲华语，但是我甲我讲话拢会无注意，变做转变一个频道去啊。因为我著讲台语嘛，因为对我来讲是自然的。但是我对我来讲，虽然这自然，我有时我甲你想讲，我今仔日暗时即个线顶的分享，敢会无会练转？因为我遮久无人一直讲台语讲啊遮久的啊，除非我伫厝的伫婚林，吼，无伫台北其实无啥物机会，安尼我会当一直讲，对方嘛一直讲台语讲啊遮练转。所以即个环境的即个问题，吼，这是因为一定破坏了啊，所以要搁重建。其实爱开过啊侪功夫，靠好变倒来。最后讲布袋戏嘛共款啦，哦。等你遐。嘿，拄则讲到即个，刘公兄，你讲到即个布袋戏即个语言的代志吼，足深刻啦。有一项就是，咱会记得伫70年代吼，迄个宋楚瑜吼。做新闻局长时阵啦吼，迄阵拄史艳文吼，布袋戏演甲
足夯啊，足老这个，大家拢时交，拢工课毋做，拢去听看迄个书言文吼。即个中国政府要禁袂起来啦吼。尾怎啊讲规定讲，即个布袋戏爱用中国话讲啦。这大家毋知会记一袂啦，这是70年代的代志。迄阵的环境就是讲改做规定改做中国话讲了后，无人要看啦。滋味拢无相去啊，甲像你煮切啊面啊变做啥物碗糕出来这伫台湾捌做过实验过啦，我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讲若讲为即个台语即个推广的即个方面来看即个布袋戏啦，还是做戏啥货即若用来推广即个台语，一定是迄个效果一定足好啦。就是我先搁来讲一下迄个意味，你还佫会当讲啦吼？你时间了讲，会使吼？因为我感觉今仔日即个话题实在是足重要。咱到当拢还佫干那讲着遮较技术面的啦吼，讲着较技术的，含较哲学性的物件。其实你讲的遐，我感觉讲，互人真感动啦吼。就是讲。要安怎讲？我先来讲一个较技术性的，较来讲较即个较艺术啊文化即个赞助。就讲即个技术性的部分啦，吼，因为我一个后生嘛是算讲伊自细汉就足有趣味艺术啦，吼。伊可能伊较好命吼，伊较毋免像你安尼四界拢去走总吼。所以伊按高中的时阵，伊就有机会去迄个Art Center 吼，去遐读册。我即拢再去遐修足侪课。当然迄基础的训练就是即个figure drawing， 迄是上基本吼。然后了有足侪因叫做 character design 啦。character design 就是讲你，譬如讲 game 啦吼，还是讲即个网啊顶头吼。伊爱先，伊有故事出来了，故事出来了，有每一个人爱有每一个人的迄个 character 吼，迄个 character 的 design 毋是干那讲伊迄个外形的 design， 内底变做讲伊即个人的个性，伊的性格是啥物款，尤其佫讲因为要互伊叮当嘛，所以爱佫有迄个 code， 就讲去甲伊迄个，反正咧有一寡遮的技术啦吼。所以我即摆是咧想讲，其实若是讲要做即个较幼路、较现代的遮个布袋戏吼，若是讲有即种专门咧有迄个 conceptual artist 吼，伊即摆按看到迄个故事，伊会当去甲迄个故事、迄个人、迄个面相，还是讲面型吼，先画出来。即摆佫有即个 3D printing 啦吼，就是讲迄个。3D 的即个印刷吼，安尼你想敢会？若想讲用即种的路线落去吼，敢会对布袋戏的即个复兴吼，还是讲要较现代化吼？讲现代故事啦吼，莫讲干一直讲用遐传统的红仔遐关公啦，啥物遐红仔来咧演吼，会当讲互遮个。造型吼，要配合现代故事，用即种的方法，敢会较成本来讲，较好安尼嘿。你拄则讲的这议题，一定其实有人咧做啊，霹雳电视台，霹雳即个 media 即个布袋的媒体，因为伊就是黄俊雄的后生，黄文铁甲黄文尧，因做过天舞啦。天舞的即个布袋戏，霹雳的布袋戏，落尾霹雳因旧年还是前2年前，搁做电影吼。伊较早是差不多第一期电影是《圣石传说》吼，第二期电影打放映尔，就是即个做素还真吼。因不如干那做素还真即个角色尔，其实搁做千万的角色。你会当讲伊敢若Marvel共款，伊就是。台湾版的，就是因霹雳内底有足侪角色的。另外一个后生黄美刚，
伊成立一个媒体叫金光布袋戏吼，伊就直接用这个金光戏做伊的迄个 media 这 company 的名叫金光布袋戏，伊就传承因黄俊雄因老爸咧做史艳文，甲即个乌白龙君吼，因共款用即两个主角了后，开始邀请即侪编剧吼，以现代角度，毋敢若意思讲吼，传统的就是迄个好人歹人拢做好分呢。其实即马现代社会愈来愈复杂啊，所以故事咧线路诶愈来愈侪种吼，所以因诶编剧拢做现代化。啊，而且我另外讲一个，就是其中霹雳即个公司，伊甲即个日本有一个编剧，伊咧 animation 界诶真有名诶编剧，伊就是因为来台湾看到霹雳因即个活动，感觉想要甲伊合作，落尾因就写出一个故事吼。就是先，敢若咧甲建共款，拢有先 character 在先设计，在人设啦吼，因的个性是安怎，因的服装是安怎的吼，因的关系是啥物吼，伊做即个影片吼，即马伫一寡迄个串流平台顶面吼，拢有即支影片，因内底呢，毋是讲台语的哦，伊是讲日语的，因为日本的厉害就是 animation。所以因就是一个声优非常厉害，台湾人嘛知影动漫就是日本上强嘛，因的声优的技术讲口碑非常的之厉害，所以因即支片等于就是用日本的编剧、日本的团队去设计做红仔、做人物，用日本的人来讲做口碑，吼，变成少年人另外一批原本无咧看霹雳的来看这新的一个影片。所以对这开始有兴趣，所以其实一定有人去做啊。啊，3D 咧，这 3D 的，嘛有人去试验吼，其实拢有人去做啦，吼。但是是毋是会当量化吼，这无一定啦吼，因为大概是讲到遮。好，还有人要问问题无？好，若无我继续搁问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像恁老爸迄个呢吼。也是讲，甚至到即马为止，就是讲，足侪布袋戏，其实伊就是变做讲一种写神的活动啦，迄甚至到尾啊，嘛是讲放一个录音带就去安尼搬的安尼啦，所以这敢会当搁算作是一种艺术，还是一种娱乐，伊讲到一个程度，你若讲要做一个艺术，就是讲你应该你是有一寡理念、一寡意愿、一寡故事要讲，较通过看无共款的 media 来表现嘛，迄拢固定拢死的物件，伫迄搭咧搬，安尼敢会当讲家叫做传统艺术？好，我安尼讲好啊，因为我拄则其实有讲过吼，我即个人诶。我的观念吼，我是较 open mind， 就是无共款的需求，你会创造无共款的物件出来。在布袋戏团，我拄仔讲500-600团，主要还是来因为新明星来要庆祝，所有即个需要、即个功能，才来请布袋戏团。所以对伊来讲，伊即个就是功能性，我就是要敬神的尔。我根本毋是咧看艺术，我嘛毋是咧看伊美感，我甲需要即个仪式，有的剧团伊希望伊会当更加甲人无共款，伊的艺术会当较升高提高，所以伊会做一对无共款的试验，伊可能甲当代的一寡剧团合作，来做一寡新的戏文。来去做文化场所来表演，所以我感觉讲，其实拢因为无共款的需要，而产生无共款的产品 production 对于老爸来讲，我对我即个决定自我介绍、自我介绍的即个文，我有写着，我其实是拄好，伫即个布袋戏的即个家庭出世，我较接受着。阮老爸基本上伊也无讲要传承。伊对伊来讲，伊敢若甲即项做伊食头路的工具尔。
有的人去景点做涂水师，有的人做帮务，有的人做啥物啥物。阮老爸是甲布袋戏做伊的头路，所以坦白讲，伊也无讲要做啥物传统艺术。而且我愈读愈侪册，愈了解以前的人，就安尼一代传一代，因为有一寡学者，有一寡专家写一寡物件文章，会甲某米人、某米团塞起哩，互大家合界知影，剧团知影。其实大家拢伫伊的工课当中，咧想办法安怎生存落去，是因为有的人有话语权，有诠释权，甲每一个人、每一个剧团塞出来，变做最有名的、最厉害。但是对我来讲，每一个角落拢有厉害的人，拢有为着伊家己生存的人，无一直讲伊是上好的，艺术上好的。所以我感觉我是用即种较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因为有的人讲啊，拢做录音团，布袋戏，即个戏界用歹啦，啥物货，拢爱做批评。我感觉是无共款的需要，产生无共款的物件。你要好的，绝对你着出较侪钱的嘛，你着去找较好的剧团来表演啊。你着较无钱的，你着真正干那做事人，着较无钱，但是你真正就要感谢神明，你嘛是当请伊啊。嘛是录音团来搬，但符合你的需要就好啊。所以我是安尼想。多谢吼。我咧顶边咧和你咧开讲的时阵吼，你有提起讲，其实你是大人根本是无希望讲你搁接伊的，接伊做布袋戏啦吼。啊，你嘛伫遐，你拄仔咧介绍，你嘛好，你做足侪。试足侪无共款的头路，总是拢袂当去满足你内面迄个需要啦吼。迄个袂满足的原因是出伫讲是艺术性的追求，还是讲你是真正讲去想着囡仔时代迄个搬布袋迄当时的记忆来去牵咧？我感觉应该是有关系啦。因为我捌问我家己讲，我真正才爱布袋戏吗？还是我敢若拄啊好会晓布袋戏，所以甲人较无共款，我会当摕即个物件去申请转 artist residency， 我摕袂出其他的物件咯。所以我咧想讲，为时我嘛会思考即件代志啊。落尾啊，我嘛换做侪头路，做侪项的。而且我拄则有讲学士馆即个馆长的即个课出来了，一寡人问我讲我有兴趣无？我一开始是讲无爱去斗的。我讲我伫文策院较5个月，尻川也无坐烧咧，我袂当走，我无想要走。经过1个月过去，迄落要投履历的迄个时间已经要到啊。阮一个文基会进前迄个副执行长，迄个副座，伊讲意伟啊，搁考虑看觅。迄阵我拄仔想讲，到底要试毋试？有一个点我想讲，我试看就是，我感觉讲吼，可能是毋是啥物？这是一种机缘，我先来拼看觅。因为我知影伊的预算少，员工少，薪水少，但是我感觉。你无试，永远毋知影到底会使袂使。所以我来做即件代志，我嘛做出个实验的。我感觉讲吼，你安怎做，安怎用，只要迄个心是好的，你开放的，绝对会拄着一寡好人，愿意斗相共的人，愿意合作的人，你当安尼做落去，较欢喜。所以我迄 team 吼，即摆苦苦的，拢做赞的。所以我伫4月份要演讲的时阵讲，其实我想要离开，伊嘛讲啊，你哪会当安尼甲阮放煞咧？所以我想讲袂使，我嘛是爱要经一个。袂当跳船对啊，你做船长哦，你跳起来。咱其他阁有啥物人要问题无？吼，若无吼，我来分享一张图啦吼。其实你拄则有讲到一点哦，互我真感动啦吼。就是讲，
你嘛安尼感觉讲你伫遮咧做遮艺术的中间，吼，你嘛感觉讲你真安尼感觉这是你的兴趣，你感觉有价值去追求啦，吼。我想这是每一个做艺术的人应该爱有迄种热情、迄种 passion 啦，吼。啊，毋过另外一种的现实的物件，就是讲爱有某囝爱顾啊，吼啊。佮讲，凡是佮有其他的人想讲甲你破坏啊，吼，所以我即摆我来分享我拄好想着你听你个演讲，我想着700度啦，吼，700度吼，伊迄主题是叫做命运之神啦，吼，就是讲命运的家刀啦，吼，命运的家刀，运命的家刀，吼，啊，所以基本上即个吼。即个是一个民族诗人，就是算讲伊伫遐下弦啊，原来伊咧唱伊的民族故事啦，吼。啊，即个是算做讲伊的爱人啦，吼。啊，伊目睭伊甲暗咧，所以伊根本拢看袂着伊咧面对的世界拢看袂着，吼。啊，即个毋知影，这可能是伊的囡仔吼，啊嘛有可能是要甲伊主动的人啦，吼。啊，所以即张图就是尾啊的一句就是讲哦，朋友啊，吼，你还阁会当做的时阵，请继续去做，去 enjoy 安尼。因为等候有一天你即条迄个弦仔来去用夹断的时阵吼，机会就阁无啊，吼。所以 enjoy while you can 吼。所以我听着你的分享吼，我是拄好去想着700度安尼吼。好，安尼真感谢馆长你来分享。感谢感谢大家无气限哦，好，我分享。好，啊，有机会来洛杉矶，较来遮佚佗，来遮坐，吼。好，感谢。谢谢大家有机会转来台湾，再来阮即个博物馆参观吼。OK， 好。谢谢。到遮。好，拜拜。拜拜。